讲到这洪都拉斯的总统当选人阿苏胡拉27宣誓就职，伊强调讲，伊大成爱做任务就是改善民生问题，因为伊伫咧竞选期间，伊捌话讲，若准来当选就含台湾恢复邦交，敢真正会安尼先来做咧，外界也当咧关注。 洪都拉斯的总统当选人67岁阿斯夫拉正式宣誓就职。阿斯夫拉讲，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改善产假、贪腐、治安和医疗这民生问题，强调会用务实的态度推动改革。No más división, no es con insultos, con venganza, con odio que vamos a salir adelante. Eso no puede ser. 去年洪都的大选，阿斯夫拉得到美国总统川普大力加添，都算规个投票算票的过程真乱。六月阿斯夫拉同款是以26000票的差险险来赢对手，和川普伫拉丁美洲的政治盟友国家一个。阿斯夫拉正正嘛到华府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。阿斯夫拉伫竞选的期间是发出要和台湾恢复邦交，推翻前任总统卡斯楚伫2023年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的决定。即马阿斯夫拉敢会兑现这个承诺，和国家是关注关注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态度是真正面，嘛讲期待台方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不过中国驻韩国大使是发出参加阿斯夫拉就职典礼做会翕的相片，洪认为想要展现中方邦交无变化。阿斯夫拉总统对我友善，未来也将以开放务实以及不预设前提的态度，基于平等互惠，推动与洪都拉斯的关系。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快，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问题，特别是这次美国给的压力很大，这个阿斯夫拉一定要先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。学者分析，新任总统上台一定都要先处理韩国国内真侪挑战，虽然大家拢想要看到台韩复交，但恐惊是无法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